冷冷暖暖歲月，幾多身份都改變。回望昨天寫企與教育，老友與社福，貧病亦一一滿足。無望在那天，哪有趣故事，哪有意偶遇，扶持弱者都可以，全憑着愛心貢獻真美善，再笑多一兩天。陪着他，身心快樂甜如糖與下，心境開朗愉快因有他，不需驚怕落雪風雨打。陪着他，一早黑淡紅茶讓留下，身心輕快並下手腳掛，即使天熱地淋都不怕。每天見到他，以下多說話，日也想他，夜也想他，天天心掛。我個心冇虛假，永遠也都聽佢話，願我的他莫要飄花，願這段情常常永無害怕。陪着他，陪着他。多謝邊個哥，多謝兩位，好多謝大家陪住我哋，同埋我哋電視機所有愛香港成員。大仙介紹我哋嘅成員，我哋今日玩乜嘢？今日犀利啦！今日咧為咗東華籌款，所以咧平時你哋睇我喺香港睇唔到嘅嘢咧，今日會睇到就係我哋咧親自啊落場玩遊戲。哇！咁啊，如果各位咧想長期支持東華三院，亦都可以透過東華三院每月嘅捐款計劃，只要打1878333，工作人員咧就會為你詳盡介紹㗎啦。